若无难处，谁又会求人？青青，你今日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先下去吧。是。奴婢在路边偶遇一陌生女子，要替人传话给以后。替何人？说是秦国的质子，以后的故人。他芈月竟然也有求人传话的时候。当我父王宠妃多年，恐怕他早已忘了求人的滋味。芈月性情刚烈，或许她眼下是遇上了什么难处。若无难处，谁又会求人？当年苏秦遇到难处，我去求他，明明是举手之劳，他却不施援手。后来我父王得知苏秦的才华，对苏秦也有了挽留之心，又是他为了给张仪争权，从中作梗，对此我一直难以释怀。你起来吧。是。夜后，郭国相求见。请国相进来。是。义后，国相免礼，赐座上茶。谢义后。义后可听说一喜事？有何喜事？东周世子苏秦近日要来燕国。苏秦？微臣听说那苏秦自幼聪慧，被鬼谷子收为弟子，懂谋略，好兵法，该是天下难得的人才。苏秦来了，太好了。以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既然是人才难得，等他到了，国相就请他住进黄金台，贵宾礼待。义后贤明。那苏秦得知大王礼贤下士，定有攀附之心，才会来的。对了，义后，微臣还有一事，就是那秦国的质子。秦国质子眼下如何？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？微臣听说那些个质子狂妄自大，桀骜不驯，衣食无忧，却还百般的挑剔。前些日子更是因为柴火不慎，竟烧了那驿馆的房子呀！怎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怪不得他托人前来找我。说起来，那质子的母亲芈月也跟我有些交情，而且还是我父王的宠妃。可如今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了。其实麻烦的是，秦国使臣交递的国书中，还带了惠后芈书的一封信，信中要我们对那质子严加管束，生活上更不可过分优渥，语气十分严厉。倘若回绝，恐怕有得罪秦国之嫌。国相有何对策？既然义后左右为难，不如装聋作哑，不需回复惠后的信件，也不用召见那些秦国的质子，只当这封私信从未见过不见也好，免得难堪，以礼相待就好了。正是。公子睡了。
妃饿了一天肚子，夫人说让她早点睡，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。喝点水。夫人从早写到晚，也应该歇息一会儿了。这是眼下唯一让我们不会即刻冻死饿死的法子。亏得天下还有人要读书，不然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。好了，你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夫人拿着暖暖手。此事不出夫人所料，那个义城赵臣处处为难我们，果然背后有人指使。我跟行了他好几日，发现他隔三差五就去国相府。国相府？难道是国相郭伟故意为难我？这个郭伟是何人？忠臣还是佞臣？这世间之人，若是个简单的忠奸善恶便能说清楚，这倒容易了。这郭伟是当今燕王的师傅。当日燕国因为子之之乱，齐军入侵，山河破碎，秦赵两国护送孟莹母子回国，是郭伟率群臣前来相迎。孟莹令燕王拜其为相，辅佐燕王，又是他对燕王谏言，盖起黄金台，并为燕王招揽天下贤臣，才将这风雨飘摇的燕国给支撑了下来。那这个郭伟应当是个好人。燕王倚重郭伟，但很难讲他到底是个贤臣还是权臣，是忠心耿耿，还是想做第二个子之。那这可怎么办？我要想办法去见一见郭伟。说是宫里头的东西，可这手艺还是比不上我们储宫里的。我的夫人，这已经是燕宫里1等1的宝贝了。燕王和义后待我不薄啊。这国相府也是义后命人给我盖的，规制几乎赶上了燕王宫。这府里的一切啊，都是燕王和义后赏的，所以啊，样样只能是最好的。你才见过多少宫里头的东西，知道何为金玉满堂、锦绣铺地？再者说，义后把燕国的头等富贵赏给你，又有何不妥？这燕国的天下，说是你的也无妨。夫人这话说的可有点过分了。位高权重，有时就是祸在跟前。我对燕王从来忠心耿耿、谦恭谨慎。夫人不要让人以为老夫要做像子之一样谋权篡位之人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就是随便说笑，相爷倒是认真起来。随便说笑，有时也会送命的。相爷，啊，什么事啊？外面有人求见。什么人啊？说是秦国之子的母亲，芈夫人。夫人，还是暂且回避一下吧。灵儿，拿走。是。请芈夫人进来。芈夫人，郭国相，哎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快，给芈夫人上姜汤。夫人请用。难怪啊，夫人何意啊？难怪世人都说，燕国真正的黄金台是在国相府。世人谬言谬语，夫人不必当真。国相府气势直逼燕王宫，郭国相未免过于自谦了。郭伟无德无能，才疏学浅，忝居燕国相位，全因为燕王爱慕贤能之士，就如同爱马之人爱慕千里马。燕王拜我为师为相，
就如同爱马之人花重金买下了一匹死马，爱马之人买死马，以图天下骏马闻讯而来。燕王赐我荣华富贵，为求天下贤士争先归附。但燕国之事，全凭国相做主。夫人言重。燕王尚年幼，燕国的事，郭相至少能做7分主，那义后总也做得了3分主吧？岂敢！我王虽幼，但聪慧异常，英明果断。燕国之事，大王做得5分主，义后做得3分主，文武百官诸位大臣做得1、2分主。剩下的哪还有我郭伟智慧左右的余地呀？老夫最多只能做得半分主而已。义后出身秦国，我等质子来自义后的母国。时近3月，驿馆驿丞换了2任，2任驿丞全然不顾待客之礼，对我们百般为难。据我所知，燕国驿馆是由郭国相亲自管辖过问。义后和燕王若是知道母国质子受人刁难，不会不闻不问。眼下境况，不知是义后心中没有母国，还是郭国相纵容手下为难秦国质子。竟然会有此事！哎呀，不过夫人这番话可是错怪老夫了。这驿馆名义上归老夫掌管，但具体事务是由国卫府管辖，驿丞也由国卫府任命。既然夫人说那些驿丞不尽职守，老夫可以派人去查查。至于义后与母国质子是疏是亲，那全凭他自己的心意呀。郭国相没有从中作梗，郭伟岂敢僭越？米夫人太抬举老夫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国相了。芈月告辞。老夫就不远送了。